台语听有无？逐工报新词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这几年啊，啉饮料所变作是大部分的民众啊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虽然啊，医生拢警告讲安尼啊对身体唔好啦，总是啊，煞也无法度阻止咱台湾人一天几啊杯饮料的习惯。那安尼，即咱定啉的饮料，台语要安怎讲咧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？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探讨。那讲啊，啉落去上健康、上会止喙大，当然就是滚水咯。滚水后人叫伊白茶、白滚水。爱提醒观众朋友哦，台语的滚水是讲会当直接啉的水，唔是烧水的意思哦。烧水啊是要下来洗身躯的啦。啊，若要摕来啉的，无论是冷的还是烧的，拢叫做滚水哦。所以观众朋友啊，你若伫餐厅服务，人客甲你讨滚水，是唔好捧烧的来呢。人客若爱烧的，会特别讲烧滚水；若是无讲啊，一般就是要爱冷的哦。啊，那其他摕来啉的，无论是手摇杯啦、保特瓶饮料啦、铝罐装饮料啊，啊无分啊，有掺糖啊，无掺糖啦，台语拢会当甲叫做凉的，也是凉水。这个凉水就是饮料的意思，唔是冷的凉的滚水哦。即嘛天气介热，咱定听到人讲啊，我要来买凉的，你敢买啊？啊是啊吼，天气介热，叫我凉的来啉敢好？讲的就是饮料啦。有时啊，咱若趁较细条的钱，嘛是讲这叫做凉水钱啦。意思是啊，趁无偌济啦，有够买凉的来啉尔啦。啊，若凉水要个有分啊，安尼真侪人定啉的，华语讲的手摇杯，台语要安怎讲咧？有人讲啊，手摇的台语是切啦，甲饮料切的，才摕互人客，所以会当甲华语的手摇杯，得叫做切茶。总是啊，即马上接听到人讲的，有关要是凉的这种讲法，尤其若加上量词一杯，讲是啊，买一杯啊凉的来啉。安尼就一定是咧讲手摇杯啦，因为其他的饮料拢唔是一杯啦，是用罐啊茶啦。若是咱去24点钟利便店买遐一罐一罐的饮料，台语佮安怎称呼咧？其实啊，虽讲讲啊，罐啊也有亚拉素罐啊和阿鲁米罐啊啦，就是华语讲的保特瓶和铝罐两种。总是啊，咱台语一般拢会直接讲汽水、果汁，也是运动饮料啦。若要用凉的来讲，这一罐一罐的饮料嘛会使哦。总是一般的啦，咱会加上量词一罐，像咱会讲，当下时先说帮我灌一罐凉的来，咁好，可乐也是红茶拢会使啦。啊，这几年也流行啉冰咖啡。冰咖啡有两种，一种是直接甲烧咖啡掺冰角啦，透互变做冰咖啡。若较讲究的人啊，会先甲咖啡冰伫冷冻库，做成啊一块一块咖啡冰角啦。再用咖啡冰角掺伫放冷以后的咖啡内面，安尼啊，唔管冰角安怎样，咖啡的气味拢由原冰胶袂愈来愈薄哦。另外一款冰的咖啡叫做冰滴的咖啡啦，伊是用特别的机器啊，互冰角水啊，看滴落来咖啡粉里，再个透过利纸一滴一滴滴入来咖啡壶内面啊。做这款咖啡啊，冰滴的咖啡啊，真了工，毋过做起来好啉，个气味十足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听到这，恁是毋是喙焦，想要啉凉的咯？今仔日的台语听有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，主播。